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咱即马开始有恢复做一档的义务役啊，打算要传出头一个逃兵的事件。这是伫咧台南关镇的陆军营区，有一个姓刘的阿兵哥入伍2天就逃走出去。不过军方表示，这个阿兵哥今仔日是已经家己回来营区啊，等待调查了后，就会交予宪兵队来追究处分。 伫台南关田就有陆军八军团的2栋3里门口封闭正严，不过这个营区在暗时传出一个姓刘的二兵无请假入营，单位随骗组人员敲找，个联络家属，12照规定发布入营通报，函请台南市宪兵队依法处理。暗过14早起，姓刘的二兵已经家己回营。单位依规定在12日发布离营通报，刘兵已于今日上午自行返营。 后续完成行政调查后，将函送宪兵队依法就办。随上这个二兵找到才拄啊入伍，早就互军方列做重点关怀人员。暗过11暗时煞雄雄无去，是坐去营区外口走找，后门长伫施工，对外敢若剩铁闸门闸条的，风雨力较差。军方调阅监视器，佫发现4楼的二兵爬壁走出去了后，随去车接去。 对面啊，后山迄边啊，遐迄落工程啊，无伊做2万，啊，迄边也无啥物货啦，嘛无啥人咧管，无讲扫安尼啦。姓刘二兵是不是事先计划？详细事件头尾也有待军方进一步调查。陆军八军团嘛呼吁遵守军纪要求是军人的责任本分。义务役一男入伍迄天，就实施军法纪律的教育，了解守法的观念。另外，姓刘二兵伊的行为原来是党法来维持军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